继续来看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最近伫直播节目直接来呛明，讲这个翠安国家队受科米奖大赚到国难财。经济部长王美花讲，为着选举共抹黑无是非，互人庆心，要求这个李鸿源爱道歉。你要参加国家队，你怎样回扣啊？这不，那个回扣的层数，我听了都要昏倒。 李鸿源上直播讲，不足国家队有伫咧抽头。你不是国家队，你就不可以买卖口罩，不可以买快筛，不可以买疫苗。啊，真是参加国家队的人实在是赚无钱，但是你无参加，你根本连游戏你都玩不了。话讲啊真直接，点出参加国家队厂商拢伫咧趁国难财。经济部嘛伫咧第一时间发出声明，讲厂商爱甲逐工生产的一般医用喙安含外科手术的喙安全部收顿去，袂当阁卖互别人。同时，珍惜介绍含国际欠货欧白化价喙安介绍行情片，符合公司嘛统一定用、统一调度含统一卖介绍。才3年而已，那当时民众的这样的感谢，不应该只是这样短短的几年时间变成是一个为了选举这个没有是非没有这个事实，然后做这样的抹黑我想这个是让人家很心寒的事情，这个也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我觉得李先生还是就这样的一个不当的说法赶快道歉。经济部全部的人拢来背回这件抹黑的代志，李鸿源嘛无想要阁加做回应。前内政部长点名国家队受科米奖，政治攻防，阁拍开另外一出战场。Hello， 我是谢嘉璇。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